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真侪人的名有好建议，像讲建昌、建成、建良、建中、建和等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建，建设的建，读高音建第三条。这个建有设立的意思，咱讲建立；嘛有起厝的意思，像咱讲建设、建筑。另外起的厝，咱讲是建筑物。若是讲到建立，过去嘛有人讲是建地，也毋过建地咧古早特别有一个意思，是专门讲替子孙学财产，也有卖一寡和起厝有关系相关材料的店，咱讲是建材行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是建立，意思就是建设创立；第二个词读做建议，意思就是提出意见，让别人来参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现代有真侪顾问公司会针对一间公司经营提出建议，建立一套标准模式，固定时间来检讨，让公司运作更较顺遂，就会大赚钱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